位置咧喺香港新界屯門嘅富泰村啊，呢度有嘅商場富泰商場。鹹仔上到嚟見到有教育中心、優品360、包點先生、藥房、KFC、美心、功夫茶、娛樂、阿信屋、中醫、大快活。麥當勞開咗幾大個喎？呢度賣零食啦，眼鏡鋪。呢間做美容嘅翠河茶餐廳。藥房醫務所。萬寧。日本城郵政局。呢度有酒樓嘅，呢個有自提點、入樽機、呢度有自提點。我哋搬咗啦，跟落嚟啊！早晨。媽媽 Bakery 二樂。
瞓咧留阿嫲剪頭髮，極公仔、洗衣鋪、阿菠蘿嘛，又係我哋會繼續用心服務全剪頭港市民。髮嘅。陽光女神，百佳留咗多間髮型屋。